继续来看这个疫苗3剂令，今仔日开始来实施。除了原本的8大行业之外，包括廖警、进香团等等的宗教活动，甲这个团体游览，拢会注满3剂疫苗才会当来出团。这个防疫政策是互旅游业者真无力，讲这个限制根本就是假的。讲也未宣布3剂令，游客就已经走了咯。即卖规个旅行团已经退掉8成以上咯。健身房嘛要注满3剂才会当入去运动，若业者真热爱，民众嘛真无奈。预防下3剂令今仔日开始推动，要去健身房拢爱注满3剂，服务业者和民众拢真无奈。打疫苗确诊的人还不是那么多，为什么一定要打？你可以要求我们运动的人戴口罩，但是你不能要求我们不能运动。你可以规范就是我们这个场所的从业人员，你为什么要去规范我们的会员、我们的消费者？不应该把压力放在业者身上。22号开始，若是摕注满3剂证明，去健身房地当唔免挂嘴暗。不过除了本来8大行业，即马运动、挂香团、宗教活动和团体旅游，大部分民众早就已经申请好旅行团，拢爱注满3剂才会当出团。对于全团的人，本来早就熟悉，或者是做完2剂，也未到12礼拜，证明摕出来就会当出团。其实它是一个多余的，不用宣布3剂令就已经游客跑光光了。现在整个旅行团几乎已经退掉8成以上。到今天为止呢，出车率可能只有1成多，染疫的人数的飙高的恐慌，对于本业游览车业经营的影响，比宣布3级来得更可怕。旅游业者拢嗨惨，感觉3剂令互因生意做袂落去，哪样嘛好政府应该补助业者因了的钱，经建入交通平台，互业者会当更较早来做防疫规划。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